喂。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搁一摆伫主的圣殿伫遮三见面，咱将感谢献给上帝。咱每礼拜大圣，咱先来团练信息，请咱献开信息第14首，信息第14首，哪录在第2章。 那一条歌词所讲的无，咱真较无真喙焦的时阵，想要爱啉迄喙水。咱一礼拜久来教会领受上帝的话一摆，伫周间咱有家己灵修真好。啊，毋过礼拜咱搁来充实家己上帝的话伫咱心内，咱较无上帝的话伫咱的内面。好，咱搁来献开信息第2首462首。 盼望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伫逐人的心内，上帝所赐活命的话，来，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哦，表心意铭记，无人满足何人在罪，问题秘密。 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就感谢入伊的门，就乌鲁入伊的院，就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代。信诗第14首，信诗第14首，那乐咧直直走，会众请起立来吟全首。这时，咱嘛徛咧来用新的诫命来强读，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贴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位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你捌听恁，你也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这时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22篇，启应文第22篇。在信息后面第33页，这时我来摕恁来用。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伊赦免你的罪，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的面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下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
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个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真正伊的名的，拢着乌鲁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大位，拢着乌鲁耶和华。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礼拜的生活，无论伫工作、家庭，也是大样的环境中间，拢有你的看顾甲引带。今仔日，你搁一届带了阮来到你的圣殿，互阮会当同心来敬拜你、阿罗你，将一切荣耀归互你。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掌管阮性命的主。你的恩典每日换新，你的信息毋捌改变。当阮思念你的慈爱时，心中充满感谢。阮也承认，伫生活中，阮常常因为无闲甲软弱，来袂记了你的同在。有时，互世间万物去引，常常袂记你将你放伫阮生命的头一位。主啊，求你怜悯阮、赦免阮、洗净阮的心。互阮搁一届会当来专心仰望你，来愿意遵探你的旨意。天父上帝，阮也将这世间带到你的面前。真济所在犹原有战争、灾害，甲大样的不安。人的心中充满着挂虑甲惊吓。求你施恩、怜悯甲医治，互受苦的人得到安慰，互软弱的人得到力量。也求你的公义甲和平临到全世界。主啊，阮也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向你祈求，求你教阮三角伫地，互今仔日的聚会一切会当顺利。愿所有的诗歌、祈祷甲信息，拢会当荣耀你的名。求你的圣灵拍开阮的心，互我伫小等的领受圣经话语中，会当深深伫阮生命内底。诚做指引阮未来向前行的光。阮将今仔日的聚会甲阮的生命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下路，咱请妇女团契。妇女团契因要所献的诗歌是《迄双看袂见的手》。诗歌歌词嘛有咧咱周报的后壁面。
愿妇女团契所献的诗，成做上帝所欢喜的祭，而且也陪伴咱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这时，咱来看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伫周报的后壁面嘛有，咱先开周报的后壁面来看。这个事以后，有犹太人的做期，耶稣上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近油门有池。希伯来的腔口叫做毕士大，有5个领廊，迄内面有青面的、歹骹的、会苦焦的，济济病人倒地。伫遐有一人患病38年，耶稣看见伊倒地，知伊的病已经久，甲伊讲：“你爱得到好吗？”患病的人应伊讲：“主啊！”水震动的时，无人通扶我落池；到我来的时，别人代身我落去啊。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袍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起来举伊的袍仔去行。讲道，咱请一节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你爱得到好吗？咱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全世界3·8妇女节，咱感谢妇女团契献这水的诗歌。而耶稣报道宣教的时阵嘛，侪妇人人拢伫伊边仔里帮赞，所以牧师要笑大家手，咱对咱的妇女，咱边仔妇女，咱说多谢来。罗马书12章15节安尼讲。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咱教会昨做伙甲参与幼校的结婚的婚礼，嘛甲千惠送因爸爸最后一个旅程。牧师有真大的感受，咱看咱的教会侪兄弟姊妹安尼做伙陪伴。牧师真感动牧师嘛第一遍拄着一天内底我的这个里面这个衬衫参加婚礼完了，本来是粉红色，马上到厕所去换一个黑色的，因为要赶去殡仪馆殡仪馆来参加这是真特别的。那搁一遍感谢今仔日的妇女团契的献诗，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时时甲阮同在，有时阮会袂记的主你的恩典，直到阮内心的目睭无搁拍开。有时阮嘛亲像迄个破病真久的人，阮摆骹，阮青眉，阮的信仰的灵感度降低去，阮对主这信仰的热心。倒退去，愿主你今日透过你家己的话，搁一遍来坚固阮在座每一个兄弟的心。阮搁举起阮的手，阮搁举起阮的骹，阮来为主你来拍拼。阮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今仔日一个纪念咱今日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1节甲第2节，咱做伙来读。第1节甲第2节，伫咱周报的后壁面，咱来做伙来读上帝话来请。这个事以后，有犹太人的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近油门有池，希利人的口叫做毕士大，有5个领廊。这2节的经文，互咱看到接续要发生的代志。的所在，耶稣要有第3个生涯技术要出现，中间咱有看几个关键的字，就是节期甲耶路撒冷。犹太人有3个真重要的节期，咱华人嘛有3个种重要的节期，过新年，然后呢，中秋，然后呢，
端午、中秋、端午嘛，吼啊，犹太人搬过节，大寮仔节、五旬节，而且大的节期的时阵规定，住伫耶路撒冷35公里以内的查甫囡成年的男子爱遵守这个活动。一般来讲，大家拢会留咧啦，拢会上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当时政治甲宗教的中心嘛。咱会在想迄个所在一定是非常的热闹，人挤人。这期互咱感受啦欢喜甲平安。咱嘛拄啊过咱华人的过年，今年真晚，马年。农历年的确较比新年较有气氛。虽然咱要返乡过年经历真侪交通顶面的无方便。牧师今年同款，搁去南部，搁起嘛是同款是塞车。咱拢知影，牧师是金门人，逐摆金门人要转去金门过节，对咧，真早就爱抢飞机票。搁拄落雾好的时阵大家搁无法度转去。总是就是安尼，咱亲人有法度做伙的时阵是非常的欢喜。咱拜年拄啊过了元宵华人文化里内底就是爱过元宵，开始这个年开始过去啊。元宵正月15是过年了第一个月圆的时阵，这期的核心内底的意义就是团圆丰收平安。耶稣伫这个时阵嘛同款，伊上耶路撒冷。其实耶稣是有伊的计划来上耶路撒冷。经文讲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必须大的所在。必须大的意思就是怜悯的所在，怜悯的家。咱即摆也伫咱台湾有看真侪叫做避世大之家，就是拢是一寡较艰苦的。人受是较艰苦的。避世大里面就是一寡身躯病痛的，聚集咱来医治的一个所在。咱知影这期应该是欢喜甲平安的所在的时阵，但是竟然有避世大这个所在，诚做真大的对比。无管是古早还是如今的世界，都是伫咱繁华的台北市。当咱大部分人咧欢喜。伫咱遮百货公司咧欢喜庆祝的时阵，咱嘛悠然看到历史必须大一款的所在。差不多五六点下晡5、6点时，咱看到台北火车头、龙山寺，还是咱遮有真侪巷仔口、转角的所在，都慢慢有看真侪流浪汉出现。有时流浪汉嘛走来咱建成的门口，有一边就查牧师无乌多摆内底一个雨衣好摕来放伫涂骹迄天真面牧师讲，你雨衣会使单掉的在咱门口传啊乱七八糟有真侪无依无靠的人，伊伫遮的所在，伫等待性命长头生的机会。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另外一段经文第30甲第50。第30甲第50，牧师来读因为咱今日周报内底无第40，无第40。第30讲，迄内面有痴迷的，有摆骹的，会孤单的，会孤单的。现在翻译就是半身不遂的啦，半身不遂的。侪病人倒伫遐，听候水咧叮当。第40讲，因为有时天煞会落地。互水叮当，水已经叮当头一个落地的，无论是什么病落好。第50讲，伫遐有一个人破病38年。顶礼拜电信林牧师的讲道题目有5万的人生，会后有真侪兄弟姊妹查牧师分享，对电信林牧师的讲道有真大的领受。相信有5万的人生是大家拢真意爱。想要有的，嘛是大家真期待。咱就亲像第20节讲的，这个避世大，互咱看到，伊是一个真大的所在，的空间。
内底有真侪市民摆卡，毋是讲一两个啊尔，是真侪。迄个所在嘛真大。18年前啊，我甲志梅牧师啊，搁有5、6张老娘阮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旅游一定会带你去看这个所在，真大的所在，真大的所在，真侪的所在，真侪的人伫遐等待医治的机会，等待互伊的性命有长头生的毋望。这个必须大。或者是送向破病的人的机会是甚物？因为这个必须大，佮拄到的困难佮是甚物？记在第40来讲，你要受医治，你天后水叮当的时阵，有天煞会落地，互水叮当，头一个落去的人无啥物病，拢会医好。原来这个水池是通医治病的一个水池啊！是大家病治着医治好的一个机会，但是看你讲感觉袂歹，但是你读经文来看，安尼代表是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公平得到医治哦？第一，水池爱动，水池当时动咱毋知影第二，水池爱动动的第二动的时间，当时咱嘛毋知影，所以你爱今日爱等咧，你爱准备好咧。第三。但水动的时阵，你爱三支呢？为什么爱三支？因为一边拢较有一个人会受医治好。第四意思是安尼讲，你若较动病的人行半身不遂的人你根本就无机会啦。若那这38年人，你根本就无机会啦。病较轻的人，较有可能有机会得到医治。耶路撒冷是一个政治宗教的所在，一个敬拜上帝所在。咱无看到这宗教领袖对这大群破病的人有甚物怜悯会做，会较帮衬，却互因住进来遮，咱知影因不至于自生自灭啊。可能嘛是有一群人，像台北迄小党人，佮送便当，送便当，甚至照顾遮无法度行动的人。但是咱伫即个所在，咱看到个亲像一竞争的环境啦。咱都已经身躯病痛遮严重啊，一群人搁伫遐竞争。用华语来讲呢，仿佛又是另外一个杀戮的战场。诚做一个人，咱长期受病痛拖磨，咱无法度想象一大群破病的人要如何生活。伊毋是今仔活在咱看身躯无方便的记号，而咱如今咱的周围，咱嘛看咱坐咱伫在咱的中山捷运站，咱的骑楼，常有看有人杀一人你知你问要买一包无？买一包啊无？买一包啊无？有哦，嘛有诶是家己安尼迄个轮椅来互你叫卖，甚至有诶人伫涂骹来互你陪。内底有一个牧师，10亿强要20年啊！较早牧师上班时，伊拢是古亭捷运站附近，你说。阮公司迄阵大家拢会去遐买口香糖，那有10几年来，伊拢走来遮，走来毋是身躯较无方便的较送香的可能卖玉兰花啦。咱即摆嘛有看真侪阿嬷，是行动无方便，你卖玉兰花。咱看在病痛的人，上大的困难点是因内心的问题啦。因内心的问题，什么问题？一个人真长的时间落来病痛咧落来，伊的内心是非常的复杂。伊如何伫安尼你社会你走动的时阵，一遍搁一遍互人伤害，伊的内心其实拢是有埋怨，真是毋知一个家己为什么会变安尼？莫讲伊，其实咱即站，咱即摆的社会嘛，真侪人好脚好手，但是伊的内心嘛是感迄半身不遂共款瘫痪。对一个破病38年的人，搁一遍受到伤害。
伊的性命愿望到底伫伫所在？基本上来讲，咱每一个人多少因为咱过去的经历、咱过去的错误甲伤害，产生某一寡影响，捆绑咱。我们都被过去的某一些的阴影捆绑着，可能是来自咱家己原生的家庭，咱的父母的伤害，还是咱兄弟的伤害，还是咱家庭的伤害。牧师有分享过，牧师有老二情节哦。这个情节其实还佫对咧，无遮简单补起。但是这个情节唔是讲吼，日时小时拢会出现啦，还是逐工拢出现，是你某一个情境的时阵，伊就佫走出来，伊就佫走出来。还是某一寡咱过去人生咱拄到一个歹的事件，还是咱拄到一寡人情世故，这影响对咱的影响特别咧黑暗佫强烈。牧师长你。幼校的婚礼顶面嘛是安尼分享，凡事吞忍，凡事包容，唔是遮简单的，唔是遮简单。你也唔是有耶稣的疼咱来吞忍，有时咱挡啊袂牢的是咱的掠狂，你敢唔知？平常时你唔是好好，咱会突然间掠狂，就是迄个拄着的时阵，迄个黑暗，迄个。就走出来，互咱的情绪上面、关系顶面，就是互咱的内心的性命吼，亲像这个破壁38年的共款，咱个瘫痪啊，咱个失控啊，让咱影响吼电脑吼拍一半，宕机了，咱要休困，电插头拔掉，重新开机。咱检测，咱无想要改变。在座咱毋是吼半身不遂的，半身不遂的，咱也毋是有啥物大问题，但是咱内心毋是也有即款影响，才咱困掉了。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另外一段经文，第60到第70，第60到第70。请耶稣看伊倒伫，在伊的边已经久，甲伊讲。你爱得到好吗？破病的人应伊讲：主啊，水震动的时，无人通扶我落池；到我来的时，别人代先我落去啦。你爱得到好吗？这段的经文是耶稣甲这个破病38年、半身不遂的人的对话。耶稣是上帝，为了救赎咱世间人真做人，道成肉体。这嘛是约翰福音书中重要，咱神眼讲读经，咱即摆咧读的真重要。这嘛是咱信仰真大的核心。道成肉体徛伫咱的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律法是对摩西来，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来。伫上帝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就是人类的光，意思说上帝才是真正的光啦。股票3万点毋是光啦，知毋知？有厝有好的地位，这毋是光啦。耶稣的光，才是咱真正咱生命迄个光啊。光照伫黑暗内底，咱黑暗无法度赢过光。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毋是要拜访宗教领袖，首先就来这个人无爱去的所在啦。莫讲你牧师嘛共款，看到迄个杀迄个吼，咱会卖的时阵吼，有时吼，咱嘛是走开，咱嘛是会走开，无人爱迄个所在。但是马太福音书第9章12节安尼讲，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破病的人较需要医生啊，破病的人较需要医生啊。这嘛是就侪宣教师来咱台湾，咱马街病院，咱真侪中期咱成立病院的意义就是安尼。破病的人较需要，
耶稣主动来到这个所在，要来展现伊的溃烂，伊嘛愿意主动在这可怜的人医治啊。经文第60讲，耶稣看到伊倒地，知影伊已经病真久啊。耶稣拢知影咱的情形，耶稣知伊讲：你爱得到好吗？兄弟姊妹，只有你家己会知影你内心的伤痕。耶稣今仔日嘛，甲咱讲：你爱得到医好吗？耶稣的疼虽然是无条件的疼，但是耶稣袂勉强咱每一个人。耶稣袂勉强咱每一个人。上帝互咱是自由的意志，家己决定，你有要得到好无？耶稣有开力叫受捆绑的人得到透放，毋是囡仔外在的病痛受医治。上重要，耶稣讲的这句话，是要互咱内心也医治，别个犯罪啊！咱若读约翰福音书，咱搁读后边，耶稣来到共款这个所在，搁看到拄到这个受医好的人讲，你毋通搁犯罪啊！耶稣毋是今仔要互伊安尼徛起来呢，耶稣是要互完全医治好。这个破病38年的人，听到耶稣安尼讲，你爱得到好吗？我想目屎应该会流出来，目屎应该流出来。昨日主持幼校的婚礼，大家拢无看到幼校，因为幼校是看的牧师尔嘛。牧师你讲的时阵，伊目屎跟着你哭，因为牧师知影，伊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有真多的艰苦，对家己的家庭来的艰苦，互伊这个人内心嘛是会当讲半心不遂，你知毋知？来到咱建成教会要开始慢慢调整，慢慢调整，慢慢调整。昨听因太太讲的，因两个完全是无共款的人，你知毋知？幼校甲玉山其实是两个是无共款的人啊。但是咱就看上帝那奇妙，互因两个愿意改变、调整，甲今日有法度来结婚。因为这破病38年的人已经真久，伊应该嘛有感受，我这无可能会医好啊。伫迄当时，犹太人真多甲病是连做伙，伊知影伊可能得罪上帝，所以是38年吼，伊出入的这个所在出入入，受尽风霜，一个人安尼目睭也看，因为大家拢想要医好嘛。你这半身不遂，你也敢来？摆骹笑半身不遂的。也是较轻的人，大家嘛是互相咧笑。但是必须在这个所在，早就成做伊安心立命的一个所在。毕士大早就成为他的一个逃城啊！伊可能无想要来这个所在，因为这所在感觉是真竞争啊。我是安尼想啦，迄流浪汉应该无想要去台北火车站坐伫遐。但是可能迄个所在共款嘛，真做伊的逃城。伊可能想要离开，但是讲知影，我离开也要去这个所在。我离开了，要去哪里呢？来下可能还有人送便当来，我搁人食。这病人对耶稣的邀请，你爱得到好吗？虽然真感动，但不是非常的积极的。不是非常积极的来回应耶稣，或是就突然出现一个知影伊心声的人，愿意听伊讲话的一个人，伊就知耶稣讲，伊倒伫这个所在真久啊啦，伊真心期待哪好？当迄个水顶动，有一个好心的人，在伊入迄个池。因为伊知影，靠伊本身的身躯是无法度做到。而且咱看到什么？
咱看到这个病人有缘限制伫伊家己的想的内底，这是人之常情，这嘛是正常人的反应。因为伊属灵的目睭无拍开啦，伊唔知影伊迄个即摆迄个人是上帝是耶稣，无拍开。伊感觉用迄当时流行的方式、得救的方式，就是有天使落来，水叮当。拼命入池的人，第一个入池的人，伊就医好。但是事实上已经过遮久的时间，过遮久的时间，无一个人愿意帮赞啊！大家嘛想要医治好，哪有人要帮赞的呢？伊犹原陷入伊性命摇撼的中间，犹原看袂清性命完全性是甚物。兄弟姊妹。咱的性命是毋是有时亲像这个病人啊？咱共款咧超出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功成名就、世界外在真侪的物件，要来医治咱内心的伤痕、破空，甚至要来咱内心的空虚啊！却毋是啦，我靠，徛伫咱身躯边，常常伫咱身躯边的耶稣呢。21世纪有真侪的基督徒，真侪伫信仰顶面是半心不遂的信仰的基督徒，成为信仰上瘫痪的基督徒啊！顶礼拜牧师听了咱台北中会有一间教会，和中会也讲做智慧，从堂会降为智慧，东会。本只牧师真是780人的教会，内底真侪无有上帝话，无真理里内底，无彼此相听，一个离开，一个离开。甚至内底也发生一财务真大的问题，走啊剩20几个人，迄就是伫信仰顶面破边去啊！咱呢？咱本身敢还搁伫活伫毕士大迄个池内底。咱唔通互咱的教会，真正是一个俱乐部的教会。当咱久久伫迄个毕士大的日子，我拄则牧师讲的迄个，我一寡教会，毋是今仔即间，即卖真侪教会拢是安尼。咱人的属灵的眼光，就想受砍掉，你敢知？互咱失去改变的气力啦。有真侪传统，有真侪物件，拢在咱教会砍掉啊！那好势共款，无几就是安尼。在咱即摆21个真侪教会拢，你无一定爱教会啦，无在咱砍掉啊！这破病38年的病人，伊一开始一定无原因呢，毋知伊当时，若咱毋知有人去调查，应该是有台北市车头海流浪汉。问你当时行伫遮？哦，你是13年前某一天你行伫遮，为什么你来遮？我感觉拄开始一定逼不得已，无人愿意安尼，无人愿意安尼。但是久了怎？会久的习惯嘞，久的习惯嘞，无去我袂挡袂牢嘞。你看为什么无说爱来教会？像今日嘛，无说嘛，看有真侪人无来教会咧。无习惯的，等咱有习惯，咱要来教会。像咱逐工要读经，咱也习惯好的习惯，有好的习惯，较歹的习惯。哦，已经习惯啦，已经陷入内底啊。你要叫伊离开，伊嘛无法度离开。这就是有真侪根生人无法度过伫社会生活一个原因啊。一个歹的习惯要改真困难，一个好的习惯要养成嘛是真困难。但是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啦，
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就亲像路加福音书第5章32节讲的，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破病的较有需要。耶稣讲：“我来是要招义人，唔是要招罪人。我来唔是要招义人，我是要招罪人来悔改。”咱做伙来读最后今日的经文第80到第9节，第80到第9节。来，请耶稣甲因讲：“起来，跟亚你的仆仔去行。迄个人及时就好，就亚伊的仆仔去行。虽然咱世间人，虽然这个破病的人拢有家己的想法甲拍算，骄傲自专，但是耶稣却有愿意啦，医治咱遮的无高水的人。你感觉你真高水吗？感觉真高水，举手一下。你若无人敢举手，有后壁举手。上帝拢愿意医治咱遮无高水的，行了第3个生涯，起来，亚你的仆仔去行，半身不遂的就亚起伊的仆仔去行。马太福音书19章第26节安尼讲，这个事人做袂到，毋鼓励上帝，大项拢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上帝力量伫伫要软弱的人的身上，这嘛是咱人类上大的愿望。无管咱个规世界、规社会、规家庭、规教会如何吵吵闹闹，上帝永远怜悯伫迄中间。啊，第四位，咱的性命因为信耶稣已经受医治好，咱嘛受改变。咱对出离埃及做奴才，带咱出旷野、迦南地，咱已经自由的人。咱伫上帝千万人的中间来竞选咱，怜悯咱，要医好咱。咱千万唔可行回头，唔通行回头啦！去挖苦迄个婆啊，那个路子，就像吼，你若去火车头看到吼啊，流浪汉拢会准备一个纸箱，哦，纸板，迄个纸板就是伊挖苦的所在啊。咱袂使搁去挖苦迄个物件，你知毋知？咱爱亲受经文描写徛起来，无使毋知影即摆你的性命的迄个谱啊是什么物件，把你绑掉。你生命上面的一个路子是什么？把你绑住，直到你无法度徛起来，无法度在迄个物件单掉，离开必须大这个所在，无法度离开台北火车头，无法度离开咱遮真侪巷仔内底吼。内底有一寡人拢伫遐，吼，咱进节因迄个大楼后壁面的停车场，吼，有一个占位占伫遐，哦，占伫遐。咱来离开，前上帝互咱宣告的所在，去为上帝来做见证。虽然无需安尼讲。但是伫咱信仰的路程的中间，伫咱生命的过程中间，伊永远会遇到侪应有艰难甲困苦，甚至过去捆绑咱的迄个黑暗的阴影佫出现。然后拄则牧师讲的，你某一个抗战的时阵，牧师迄个老二情节会走出来，这么牧师上了解，迄个情节会走出来，但是咱唔能惊。为什么？因为咱早就毋是伫倒去迄个必须带迄个半身不遂迄个病人啊啦。上帝恩典开咱早就充满伫咱的心内，互咱成做一个改旧换新的人。啊，你只为咱的挖苦耶稣是一个定救赎的开咱，不断帮助咱，搬过咱生命中迄个黑暗的阴影。所以咱爱一世人。挖苦耶稣，然后牧师早约校甲玉山讲的，恁爱一世人穿着耶稣疼的衫裤伫恁的身躯。
你若就即个衫裤摕掉，魔鬼就是有空放迄个真剑落来。咱教会嘛共款，咱教会也无是以耶稣的听做中心，教会就开始会吵吵闹闹。所以咱倚靠耶稣，一世人倚靠耶稣，温群来做主的工，真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互咱真做上帝喜爱的囝人，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你伫万人的中间来竞选阮。随往伫即个信仰的路程的过程中间，阮游玩，会像世间人共款，阮有拄着真多的艰难。真久，阮甚至阮嘛是有真多兄弟姊妹受到身躯真多病痛的拖磨。但是阮知，主你是一个溃力赢过遮的，因为阮知影，阮伫世间的性命是暂时的，阮的灵性的性命却是永远的。愿主你帮助阮所有在座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我永远去条主你对阮的应允，阮行主的路。阮要来跑走未来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息第462首，信息第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会众请起立。请坐，奉献，请服侍的同工。奉献是咱回应上帝恩典的时刻，就照家己对信心的感动来奉献。
请坐。公道，咱做伙来看大道的事项。公道事项，教会意向，专行正信徒，万民皆祭司，读经祈祷，卫生服侍，彼此相听。第一项，感谢上帝赏赐伊的独生囝，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赏赐灵敏，互身体病痛的人得到医治甲稳定。第二项，为着基体陈王兰、沈淑慧、陈丽水、赖清光、黄仁和、林春枝、杨若琳、吴武荣、陈秀荣、黄世明、林以诺、杨志坚、李雅娜、陈怡君，还有在坐月子的林子瑜。第三项，为着社区关怀据点英法处的后厝边的老师、志工、学员、身心灵，拢会当平安，家庭会当一切顺，一切安康。第四项嘛，为着即马的战争来祈祷，求这个战争会当紧来结束，互这个人会当倒转来完整的生活。咱为着这四项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同心开声，为着阮的兄弟姊妹向你祈祷。主啊，你知影阮每一位会友的病痛，你知影因所承受的痛苦甲困难。求主你施阮怜悯，医治因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也是心灵上，拢会当得到你的医治。而且，阮也要为着社区的关怀活动来祈祷，求主看顾好厝边的先生、志工甲校员，拢有主的看顾甲保守。阮也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求主看顾这战争中的国家，会当互因赶紧来结束，互人民会当来恢复因的生活。这时，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领教，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莫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教会消息：第一项，社区关怀据点英法族的好厝边，春季班要伫3月9号8日开始开课。咱就为着这个课程会当顺利来关心祈祷。第二项，3月14号拜六下晡3点要召开中集会，请中集留意。第三项。
后主日3月15号，为着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请为传道人培育甲神学教育关心奉献。第4项，教会奖学金要开始接受申请，咱预定咧3月22颁发。奖学金的详细的办法，拢咧楼骹的公布栏，咱甲家己落去楼骹1楼来看。咱申请是到3月15号截止。那第5项，今年的国外节乌鲁礼拜拄好甲清明节4月5号是拄好拄着吼，所以咱清明连续追4礼拜，咱刷咧头前3月29号来举行。然后咱这追4礼拜是采登记制，然后登记的是咱请注明礼拜的场次吼，那上班是咧3月15前来交相片予干事。咱注意就是一个人是2张相片为限，然后请配合。那若是讲台语甲华语的礼拜拢有吼，那2张会当囥无共款的相片。第6项，各团契的会长，请第2季4到6月服事班表甲聚会内容，于3月22号前交给干事会诊。然后今天很开心能够看到我们的若琳老师，然后这个回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就拍手欢迎。牧师补充一下吼，对咧，真正看到若琳很开心吼，因为昨昏嘛是婚礼落去安尼，我们昨天那个咱信歌队吟诗吼，大家真感动，真感动吼。夏斌牧师伫我边上，比赞，你们的诗歌真的很感动哈。你大道的迄个地铁大道吼，有兄弟姊妹咧问我啦吼，有黑字的哈，这个是赖清光哈。赖清光是俊杰的爸爸，咱知影伊进前吼，身躯无爽快伫台大医院，即摆出院吼，俊杰甲亚娜甲因爸爸因参详过了，就是要送去养护之家，所以即摆伫养护之家，佮应该有一站，咱较无法度看拢来做礼拜安尼嘿，但是咱有缘替因来祈祷，来关心，来关心。第2，咱嘛是为了市民吼，黄世明是仁和，是吼顶礼拜有来吼，咱特别吼佫继续关心关心大道关心大道好，以上补充到这团契消息：3月20号拜5上午10点，双年团契聚会。然后是知梅牧师的分享，然后3月28拜6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同款嘛是咱知梅牧师的分享。然后奉献明细，咱请会友家己来看，若有错误也是漏交的，咱甲请向干事甲财务同工来反映。上营信息第514首，信息第514首。当要散会求助束缚，会长请起立。我心中充快乐。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祝福咱每一个人身心灵拢健康，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灭道必回。